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雪梨子探員尋真對話篇嘅第一輯。上個月尾，緬甸發生大地震，雪梨子啱啱好喺附近國家，提前有所感應，因此諗住做一期緊緊時事嘅節目。雪梨子採訪咗一下事件相關嘅神，以下係我哋嘅對話，睇下佢哋有啲咩想話俾大家知。你好，好高興接受你嘅採訪。哇，估唔到你講嘢咁貼地。想請問下，都係有啲咩神，同埋分別係咩職位，負責啲咩事？仲有多謝你接受我嘅採訪。雪梨子睇到佢哋全體合十，我睇到你哋好似着緊係咪泰國嗰邊嘅服裝啊？唔好意思，我對呢個文化唔係好熟。金色嘅頭飾同埋服飾，話嚟唔係好準確，不過真係好有民族特色啊！係啊，我哋係東南亞本土嘅神。緬甸係東南亞國家咩？緬甸係小乘佛教國家，屬於呢一個文化體系。哦，多謝話俾我知。所以今次泰國、緬甸同埋雲南嗰邊，佢哋都係信仰小乘佛教，我記得。係咁樣嘅，都係我哋負責嘅範圍。所以你哋係東南亞本土嘅神，唔係上界嚟嘅。係嘅，今次嘅災難係早已經定下嘅，我哋接收到指令之後就負責具體實施。為咗今次地震同埋連帶其他災難，我哋已經準備咗11個幾月啦。11個幾月，咁即係由舊年4月開始？舊年3月尾，我哋就開始準備。3月萬物復甦，係春天嘅到來，亦都係拉開一年大戲嘅序幕。我哋都好似喺凡間公司咁樣，都要接受考核，做得唔好係要受到處罰嘅。所以當我哋接受到旨意之後，知道事關重大，即刻開始明確分工，不分晝夜，唔敢有一絲差錯。我哋總共分成12個 team。咁麻煩同我哋詳細介紹下。冇問題，不分先後順序，每個 team都係同樣重要。星象組負責隨時觀察天象，實時關注變動，並向星君匯報進程。星君亦都會將此反映到星象上面。文書組負責詳細記錄一切進程，大致上天賜下嘅旨意，細至一隻螞蟻嘅因果。面對大量文書工作，佢哋魂不如飛，按類別歸檔，日夜趕工，匯編成冊。解冤組負責梳理本次受災生命嘅所有福報業報，以及歷史上未了結或未用盡嘅因果，呢啲都係一個個待解嘅結，需在災前按要求解開，有福則享，有債則償。淨化組負責處理冤怨、邪靈、低靈、惡靈、宇宙塵埃同埋潛藏此地作惡嘅變異生物，將佢哋暴露，並喺呢次災難中一併清除。沉靜組負責協調各個 team 嘅工作，確保流程順暢。糾察組負責聽各 team leader 嘅匯報，判斷進程是否正常，做法是否得當，及時協調修正，並將不足之處記錄在案，留待災後總結。地府組負責同文書仲有判官溝通，確定受災人、物同埋動物嘅傷害程度，主要分為5個等級：極度痛苦離世、痛苦離世、殘疾、毫髮無損、心理障礙。運作組負責確定受災人數範圍，決定邊個留喺災區，邊個需要離開，確定震源震中位置、相關災難發生地點、每寸土地即將發生嘅變化，以及災難發生時所有人同埋物嘅具體位置。呢啲細節會不斷完善，直到災難發生前嘅2個鐘頭先會最終確定。解夢組主要負責探查所有生命嘅深層思維，判定善惡，通過創造現實生活中嘅事件、潛意識想法甚至夢境，全方位多層次咁確定觀察對象，記錄在冊。因為始終會俾機會，若生命善心民心或做咗陰質事，結局亦都會隨時調整。若對救人嘅神佛生起正念，會即刻通報沉靜組，佢哋會同地府組同埋地府文書溝通，往往會指派土地負責，俾更多觀察機會同埋改變結局嘅可能。火災組負責火災嘅範圍、地點同埋程度。水災組負責水災嘅範圍、地點同埋程度。現場組負責監督災難發生時及後續過程是否按計劃進行，如有出入，
則及時修正，特殊情況需要上報。今次我哋基本按照預定計劃完成咗任務，呢幾日嘅後續工作顯示每個 team 都完成得好好，冇出現差錯。而家各項數據基本統計完成，唯一令人痛心嘅就係，今次好多人本嚟可以獲得一線生機，解夢組亦都係俾機會俾到最後一刻，但係佢哋嘅思想始終未能轉變。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